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防疫袂当放松，但是用这个打洗手够安全咧。消保处抽查到15件打洗手的产品，有7件这个广告伤过碰风，已经要求各县市卫生局继续来追查。士可杀不可辱。 困可杀嘛袂使学白虎，利用的打洗手敢有伫法律？消保处伫连锁邮局甲出名网站抽验15项的酒精的打洗手，发现有7件广告卡含8件标示无清楚。像这款低手精油打洗手膏，会使帮助你净化细菌消毒。这款邮局伫卖打洗手膏，会使预防手的细菌感染。画伫网络顶面的广告讲会使杀菌，这拢达到食药署的红线。 减轻或是预防、诊断、治疗一些疾病，就是我们的疗效的定义。是想要宣称杀菌或是消毒的部分，就是必须要来申请药品许可证，罚款60万到2500万，那它的违规产品就会进行没入销毁。因为它是75%是高浓度酒精，这个部分一定要远离火源避免日晒。 若要讲杀菌灭菌，拢爱有药品的许可证，若是限期无改善。 可能对接到2500万的罚单，若要卖打洗手，生意人都要先考虑一下。